上车的时候呢，会先教他先在原地练习。哦，眼睛看前面，肩膀放松，手肘弯曲，然后会告诉他这个是后轮刹车、前轮刹车，然后再练习说如何停车、回油，左手右手2只脚在下，先原地操作，没有问题了，我们再开始。就是我们如果遇到问题的话，很容易会有挫折感，但在教练的指导下，给一些小技巧，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通过那些关卡。停车再开那个标志很重要，就我们有些时候过路口的时候看到停，但有些时候以为只要稍微减速没有人就直接过去，但实际上要完整停在那边，然后确认安全才能通过。最难是 U 字形的那个关卡，标志、标线还有号志，停车再开始指导，白虚线叫车道线，还有哪里要打方向灯，还有直线7秒平衡的重要性。交通部持续推动了考照上驾训安全不靠运已经获得各界的肯定。那么几年下来，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那从这个大数据的统计呢，我们可以发现到有训练的跟没有训练的，那么违规的部分呢，可以降低59%，肇事呢可以降低36%。那如果能够在考后再参加驾训2.0的这个道路训练，那么违规风险还可以再降低到64%，肇事的这个部分呢还可以降低到51%。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大家知道暑期是很多学校放暑假，很多年轻朋友们他们都要靠汽机车来。那但机车的部分尤其特别危险，因为机车是肉包铁。那所以说，一方面我们推动这个骑乘机车戴安全嘛，但很重要就是你必须是合法的骑乘机车。什么叫合法的骑乘机车？你没有驾照就是不合法的骑乘机车。但事实上，它这个考试不管是笔试或是路考，都是对你将来在公路上、道路上行驶机车非常重要的一些专业的训练。好，但是有驾照、有戴安全帽，最重要的是你要遵守交通规则。好，那这样子下去3支箭下去，你就能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28号礼拜1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为假期带来好大雨，台南市后壁区有真侪所在严重淹水。市长黄伟哲知影以后，马上赶往现场了解灾情，并且宣布后壁区28号停止上班上课。同时嘛，前往后壁区收容安置中心，慰问受灾撤离的居民。28号的好大雨造成台南市后壁区积淹水严重，市长黄伟哲伫个接到消息，就前往来看灾，并且马上宣布后壁区停止上班上课，同时还阁撤离8位的年长者。今天早上一大早，从昨天半夜开始的强降雨，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20分以后开始出现积淹水。那我们赶快赶到这个淹水的比较多的重灾区，包括后壁的6个里，那都造成了一些淹水。那也及时宣布后壁这边停班停课，因为原先的中央气象局的天气预报并没有告诉，就是说并没有显示出来这边会有强降雨，但是一旦发生，我们就要赶快去应变。现在碰到了这个下雨，我们已经撤离了8个年长者到这个收容中心，然后这个也供应一些物资，也希望说这个雨赶快停，赶快让这个生活秩序恢复正常。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估计，大概今天入夜之后，沿海地区会出现强降雨，因此呢，我们赶快来应变来处理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希望能让居民能够安然度过这次的这个大雨。市府依照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来宣布，同时嘛将灾害应变中心提升到2级的开设。
市长当时还阁前往后壁区收容安置中心来慰问受灾撤离的居民。啊，你不是我当面咯？感恩你啦，照顾着这老人啦，你做安尼做，安这边你住家红菜粿了？头也拢破啊！这个水头。迄个汤啊，迄个后壁迄个煲的汤啊叫热，啊，阮昨天搁甲人用辛苦底下有迄个玻璃包哦，用辛苦叫啊合袂讲，哦，你想要要合无对啊？没有看过。辛苦比较麻烦。啊，迄个你有亲过条冰底下无？有啦，已经有，阮要。啊，差不多这礼拜就领着啊，这2天就领着。市长提醒民众为因应低延时的强降雨，除了呼吁随时爱注意气象资讯，提高警觉，同时嘛启动全市66座的抽水站，甲伫500瓦台移动式抽水机，其中包括后壁青寮站在内28座的抽水站启动抽水。水利局当时还阁准备23万地的沙包，甲伫3600片的防水挡板，分散到各区公所甲伫社区来运用。防止灾情的扩大。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台南市政府28号上午召开丹纳斯洪灾复原工作进度记者会，由市府秘书长尤天虎率领相关局处向社会大众说明上新的进度。到目前为止，台南市受理慰助金申请案件已经超过2万件。呼吁受灾民众爱伫申请的期限内赶紧提出申请。丹纳斯洪灾复原工作持续进行，相关局处出动大批人力以及机构协助复原工作，同时办理慰助金申请。截至目前，已经收到2万多件申请。市府呼吁符合资格民众把申请期限尽早提出申请。我们现在目前的慰助金的申请案件已经达到2万多件，也就是说，我们的灾民的部分针对这一块的配合的一个状况是非常的良好。那我们也希望说符合条件的灾民能够赶快来提出申请。为何受灾民众尽早摕到补助？台南市灾区联合服务中心假日无休困，并加派服务助理协助民众办理申请。民政局还是秉持的市长所指示的3大原则，要便民、迅速跟贴心那所以你看，在6日昨天礼拜六、礼拜天我们都是没有休息的。那我们也设置单一窗口然后我们也有助理的一个服务那在迅速的方面呢，我们也启动了跨区资源的一个机制，有充足的人力来协助基层的公所来做一个受理的一个作业。在贴心方面呢，我们主动关怀也有到那个到宅的服务那整个跨区资源的一个人力，我们整合了我们民政系统，有我们民政局、户政事务所还有区公所累计到目前为止有516人次那受理的情形呢，我们总受理的案件是服务案件其实我们的件数除了刚刚我们有提到的污损的部分，其实在车损或者是我们农损的部分，通通都是在公所来做受理早至27日，环保局已经累计出动18645人次，以及3366车次进行清运作业，累计清出高达19400公吨废弃物。截至昨天为止，我们总共出动了18645个人机具3366辆次，那已经清理了19400公吨的垃圾。那昨天在记者会，我大概也有同时也来报告，我们到昨天为止是清了18800公吨，所以其实我们就这样一天的时间，我们清洁队又很辛苦的去清了600吨的这个垃圾那目前针对这个暂置区的部分，那整个一个因应我们大概我们希望整个台南市的这个包括这个灾区的垃圾处理跟清运是能够恢复到我们以往的这个的作业规范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原本区公所暂置区已经都来陆续来封闭那也避免成为一些不孝分子乱弃置垃圾或者是事业废弃物的一个地方大澳毁损慰助金申请案件总共有21609件，受理期限到8月29日，收批款项已经在7月25日陆续汇入公所，近期公所也陆续将慰助金汇去申请民众户头。台南新闻张秀仪采访报道。
这届风台造成台南市真侪观光景点受损。立委林俊宪、郭国文甲林美锦28号甲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以及交通部长陈世凯进行考察，不只关心海线建设复原的状况，另外对着高铁落北面道路第39线延伸案，立委也希望会当早一日完成可行性评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28号上午，伫个立委林俊宪、郭国文、甲着林美锦等人的邀集，包括交通部长陈世凯、公路局、甲着丰家南分局等官员南下实地来考察，除了关心海线的建设，伫个即届风灾过后的复原状况，另外嘛关心高铁下面第39线的延伸计划，改按北平对嘉义的第37线终点。到南边的第39线起点，转长大约450公里。根据中央的规划，目前可行性评估已经发包，预计116年完成。不过，现场3位立委拢希望可行性评估会用的分期渐步来进行。不过，交通部回应，因为可行性评估已经发包，只有等待评估出炉。其中的时，才过来分段赶步进行。高铁下这条台37接39，又给台南多了一条南北向的道路，那这个对地方发展，我认为长远上也很重要，而且对国家整体未来发展的话，串联科技廊带，这个刚好纳入这个大南方新溪谷计划，让这条路它的必要性以及可行性以及中央，我认为这个。我跟赖总统报告过，他也会全力来支持了。人口密集区差不多一地甲一地啦，系啊，你这地第一期的，我是感觉遮恁当做较赶点啦。可行性评估的时阵，快当分段处理无，安尼速度较紧，含无将4期的要开始啊，这3期的嘛咧进行啊，3期差不多要开始动啊，要开始密啊。这个状况之下，这条的效益其实讲开始较大啦，因为敢麻烦交通部考虑看卖啊。应该是要来分段处理，因为认真讲咱若听拄则局长的报告真清楚咱若规条要做一困头的这个评估你看连这个可研都要到后年那个其实这个很慢啦，因为中间真的不管是生态敏感区或者是交通连结的界面要处理，这都是很不容易的可行性评估一起做，因为你拉出来之后，其实时间差不多，时间差不多，所以没有差。我们整段还是要做一个整体啦，但是我们施工的部分在综合规划的阶段，我们先把南部比较要紧的这一块，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一块，我们就先把它做起来。那施工也是以这一段为最优先，也就是说让南科这边的交通先疏解。那我们一样，整体计划还是会往北走到嘉义。这个部分我们后续还会持续来努力。为了串联嘉义、南科、沙仑到高雄的科技廊道，目前第39线已经对新市接到高雄，离新市到嘉义、太保这段，因为溪北地区还佫卡着皮塘等环境的敏感区，因此立委建议应该优先规划新市到关田这段，对着南科的效益上大。而且嘛，用个互路网一路对高雄的科学园区，经过南科的4期到南科1、2、3期，串联成科技的廊道。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5 WBSC U12 世界杯少棒金比赛登场，除了场内激烈的比赛以外，面对少棒主球场西边的室内投球打击练习场，嘛特别设置免费的棒球体验营。8月3号进前，无限年龄，欢迎前往体验。第8届 U12 世界杯少棒锦标赛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少棒主球场举行开幕典礼，由世界少棒英雄曾伟恩担任开球嘉宾。市长黄伟体宣布为期9天的赛事正式展开，来自世界12个代表队要来拼世界少棒的荣耀。期待所有来自各国12个国家的球队的选手都能有最杰出的表现。能够所有的赛事能够进行顺利，当然心中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台湾队能够得到冠军。除了场内的比赛精彩阁好看，另外对今仔日开始到8月3号，逐天透早10点，伫西边的室内练习场头摆举办免费的棒球体验营，
现场有台南社区棒球队的球员亲自指导，感受U12的拍球体验。这一次算是第一次开放民众，然后来体验，准备9宫格，然后可以训练他的投球，然后体验到投球之外，还有打击练习。我觉得来这里很开心啊，想要体验看看，因为我很久都没有打棒球了。体育球星周思琪嘛带着家己的囡仔来耍，中学国小棒球队嘛是难得来到练习场。这个活动无年龄限制，欢迎亲子家庭把握时间前往体验，同时进入比赛场地替中华队加油打气。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6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埔仔镇王孙节27号盛大举办普渡法会，分别由新营太子宫、树顶行济宫、凯基永华宫以及4连景主普，场地环看中西区甲北区，贡品超过1000桌。暗时阁有棉花园的歌戏甲演唱会，非常的热闹，是台南罕见的大型宗教盛事。时间一到，准时开香，新营太子宫担任埔仔镇王孙节主普中家，伫北区举办普渡法会，有上千桌的贡品以及现钱猪、鱼翅、塔成沙，一尾用游戏杆做的铃，甚至还阁有12只活跳跳的龙虾空金马，生意杂少。这边干咧，阮太子宫开起来要1000几万，咱前景全部无算，因年华。我后开200块，后开100块安尼。行济宫甲永华宫伫新年安桥卡空地联合主普，台中中福堂亚场演王搬出数百件设计，对花岗五省到观光商店创作品，加上演王用品，价值超过1000多万。一寡设计啦，一寡遐都遐木雕山画种，甲装备啊，讲到4000万啦。永华宫咱祖庙嘛，报告人做好的啊，系啊，咱算话传递小听。另外，也阁请到歌手王世贤、草屯囡仔等人气卡司，办了一场高规格的演唱会，献起高调。人调对舞台区一路延伸到普渡大，吸引将近3000人客满会场。而本地西乐店马公庙的站铺是甲由4连景出来挺兄弟庆赞，除了有罕见的全场抓鸡顶仔，也阁请到虞美人做晚会主持人，徐富凯等知名歌手嘛一一登台开唱，和普渡可以热烈滚滚。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老淡薄分嘉南分署26号伫城大中正堂举办今年度规模上大就业博览会。总共有59间企业，将近3000个工作机会。老党部长洪胜汉也南下为大家加油打气。其中高科技产业的职缺，甚至有将近10万块的薪水。今年度上大规模的分嘉南就业地区博览会，26号伫城大中正堂举行，邀集59间企业，选出将近3000个职缺要来征才，吸引侪朋友来找机会。会中劳动部长洪胜汉嘛亲自南下为求职民众加油，同时为活动热烈启动，强调现在就业市场不只要找头路，更是要找好头路，其中甚至有要10万块的职缺。3、2、1，请启动！要祝福所有求职者们可以逐梦踏实，指引未来，勇往直前。这一次，其实我们有将近60家的很优质的企业，那提供了将近3000个，也是很好的就业机会。我看了一下，它的薪资真的都还不错，高的甚至有到6万块，甚至有到10万块的。这也代表其实我们在台南地区的这个整体我们的产业的发展，其实真的是有很大的进展、很大的进步。很多劳方跟资方不管是伯乐或是千里马，他们都是还在寻觅，也希望借着这个集中在一起的就业博览会，
能够让这个寻觅的过程能够缩短，能够求职的效益能提高，大家能够早日进入职场，能够取得人生，不管在经济上或在工作经验上，都能得到最好的磨合。伫中央甲电信协力，透过就业博览会，除了协助劳资双方媒合，嘛希望互求职民众知影调整脚步，符合新时代产业需求。透过甲企业面对面沟通，争取就业机会。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台南市立病院分别有一位60岁先生长期扫声、慢性酷扫，以及一位43岁小姐，敢若行路就会喘。两个人全拢先坎内科就医，结果被诊断为罕见的气管癌。经过胸坎外科宽胃无明和医师进行切除中建手术，成功恢复健康。两位患者嘛出面现身讲话，呼吁民众爱提高警觉。为了让民众知影一款罕见的气管癌，竟然是发生在生活作息正常、无食薰、冇咧运动的患者身上。市立病院胸坎外科权威吴明和教授特别邀请两位患者来现身讲话，因为因分别是因为长期烧声、甲慢性咳嗽，甚至出现连走路嘛容易喘的症头。连走路都觉得怪怪的，就是卡卡的，然后越来越喘，然后声音都会有一点咻咻咻的声音。那我觉得不行，就要赶快去医院那边做检查，然后检查一照之下就发现有这个肿瘤。对，他会不断的咳嗽，对，去做电脑断层、正子摄影之后，才知道说真正的原因在哪边。气管癌是比较少见，非常少见。这个一年要碰到一个也是不容易了。那我在台南市立医院到目前为止就是碰到5个这个气管癌的。这些有气管癌的人就是呼吸会困难，甚至连爬楼梯、走路都会喘。两位患者欢喜见证，这是因为因找到是中枢外科已经53档，今年83岁吴明和教授。毕竟这款气管切除中建手术一直是高难度的挑战，需要真细腻。不过经过吴明和医师丰富的临床经验，加市医团队的努力，包括患者顺利恢复健康。切得越多，那要把它重建气管，要重建，让它能够正常的呼吸、正常的讲话、正常的工作，这是高难度的手术。所以其实我这个几十年前我就非常的专心对气管肿瘤或者气管的狭窄做一些深入的研究。感谢气管的相关病变，千万唔通拖，只有不明原因的症头，就要寻求有经验的专科医生进一步评估诊断，降低可能的风险加并发症。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为了让更加侪民众认识客家文化，客家委员会甲台南人气甜点店全伟家合作，将客家元素加入去饼品甲甜点当中，推出4项创新的客家好滋味。9月18号进行伫4间门市限期推出。夏季气温炎热，这时若来上一碗冰，马上消暑透心凉。人气名店全伟家今年夏天很客家，特别推出了4道蕴含浓浓客家元素的产品，像是猫里红茶钻石冰杯、6卡擂茶罗雷面包、客家草仔胖，将客家文化转为创新的味觉体验，翻转一般民众对于客家饮食的刻板印象。基本上客家菜大家的印象呢，就是4闻4炒，其实是咸食大家想的大概是油咸香的味觉。但是其实客家的甜呢，是属于节庆，就是非常开心的心情那今天很高兴能够跟全伟家来进行合作，我们推出不同的款式，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客家呢也可以是走一个不同的路线，像走这个冰杯啦，还是冰淇淋啦，都可以让大家尝到不一样的客家滋味的呈现。为了呈现客家好滋味，全伟家创办人李玉特别跑了趟客家369找寻食材。
客家369，就是以台3线跟六堆文化，然后还有台9线下去找寻食材，然后把它幻化成不管是冰杯，然后意式冰淇淋，我们把它做成像客家的汤圆，那包含面包的运用。世界杯面包冠军师傅吴子敬也为这次的活动推出客家草仔胖擂茶罗雷面包，将客家精神揉进面团中。那我们就是把那个擂茶融到那个我们里面这个奶油馅当中。传统的，其实它在台湾应该是很多人的儿时的回忆。我小时候其实也蛮喜欢吃这个东西的，尤其是里面那个巧克力奶油。那我们这次就利用了一些这个客家的食材，把它做成甜的。全伟家今夏很客家系列产品，从即日起至9月18前，在全伟家4间门市限期推出。喜爱甜点冰品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2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危险，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
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